律師你好，我喺惠州做保姆嘅，照顧一位喺惠州養老嘅香港嘅李先生。佢同原配離婚之後，同內地嘅妻子再婚，而家俾人趕出家門啦。子女咧亦都唔理佢，佢想喺百年歸老之後，將深圳嘅物業留俾我。請問呢一種情況合唔合法呢？需要辦理咩手續呢？呢一種情況完全係可以通過遺贈撫養協議嚟實現嘅。而所謂嘅遺贈撫養協議咧，係指遺贈人同埋撫養人之間關於撫養人承擔遺贈人嘅生養死葬嘅義務，遺贈人嘅財產喺其百年歸老之後咧，歸撫養人所有嘅協議。而遺贈撫養協議係一種平等嘅、有償嘅、互為權利義務關係嘅民事法律關係。根據民法典第1123條嘅規定，喺繼承開始之後咧，按照法定繼承進行辦理。咁如果有遺囑嘅，就按照遺囑繼承；有遺贈撫養協議嘅，就按照協議嚟辦理。所以只要協議內容合法，李先生完全有權將深圳嘅房產指定俾保姆，但係咧需要滿足以下嘅條件：第一，協議必須書面簽訂，明確保姆需要承擔李先生嘅生養死葬義務，並約定房產作為遺贈財產；第二，房產產權清晰，需要屬於李先生嘅個人合法財產；第三，雙方自願無威逼，雙方具備完全民事法律能力。而辦理嘅流程係點樣嘅呢？首先，簽訂書面嘅協議，明確雙方嘅權利義務，建議由律師嚟起草，並且公證，增強法律效力。協議需要載明保姆負責生活照料、醫療費用及喪葬事宜，而李先生承諾喺過身之後呢，房產由保姆所有。其次，辦理繼承公證，喺李先生過身之後咧，保姆需要持有佢嘅死亡證明、房產證、協議等材料到公證處進行繼承權公證啦。如果其他嘅法定繼承人，譬如李先生嘅子女，佢對協議有其他異議嘅，可能需要通過訴訟嚟確認協議嘅效力啦。最後，房產過戶登記、憑公證書、身份證、房產證等到深圳市不動產登記中心辦理過戶。需要注意嘅係，如果李先生喺在世嗰陣時咧擅自變賣房產嘅，咁保姆係有權解除協議，並且索賠已經支付嘅撫養費用啦。通過規範簽訂遺贈撫養協議，並且進行公證，保姆係完全可以合法獲得李先生嘅房產。